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28号。这一期咱们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也可能是還在春節期間關於房企的消息並不多。2月27號，碧桂園公告說，截至2026年1月31日，發行人合併範圍內較前次統計時點，也就是2025年12月31號違約債務淨新增人民幣38.6億元。截至2026年1月31日，發行人合併範圍內較前次統計時點涉及新增標的金額5000萬元以上的未決訴訟，仲裁案件14宗，標的金額合計32.68億。簡單點說，就是碧桂園債務纏身，反映出碧桂園即便是什麼境內外債務重組成功，那也是苟延殘喘。經理人雜誌報道綠地控股等被恢復執行6.8億元，累計被執行金額超過78億元。2月27日，據天眼查法律訴訟信息顯示，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新增一則恢復執行信息，執行標的6.8億餘元，執行法院為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恢復執行什麼意思就是他這官司贏了之後進入執行階段，申請執行。你比如說1月1號申請的強制執行，但是綠地控股他沒錢呢，你怎麼執行？你也執行不了，他是坐地戶滾刀肉，執行不了。那到了7月1號，就是過了半年6個月，那你這個案子就叫終本，叫終止執行，終結本次案件的執行叫終本。好，終本不代表說這案子就沒了，就是這案子結了，然後等到你作為債權人發現這個綠地控股還有錢，發現他的財產線索等等，你可以再次申請恢復執行，這就這麼個遊戲反正大家就知道這個綠地控股反正欠很多錢給不了就行了。這說明這個暴雷房企不光是暴雷房企還沒暴雷的日子都不好過，應付賬款付不了，人家告他；欠銀行錢也付不了，人家告他。歸根結底是房子賣不掉，沒有辦法變現。新浪新聞報道王健林已賣掉80多座萬達廣場。王健林20億出售上海項目，已賣掉80多座萬達廣場。財聯社記者從獨立信源處獲悉，萬達以20.48億元的價格出售了旗下位於上海什麼端橋萬達廣場。沒有關係嘛，王健林手下還有400-500家萬達廣場，反正他慢慢賣，只要你願意要他就願意賣。問題是他賣不掉是吧？到現在才賣80家，賣了好幾年了，賠錢貨誰敢要呢？買回去你租不出去，你維護的費用恐怕還更高，每年還得往裡貼錢，誰願意要呢？這是房企的情況似乎很多房企還沒上班吧，反正現在上班也沒用，對吧？房子也賣不掉。根據這個中指研究院的統計今年春節假期就是2月15號到2月23號說全國重點21城新建商品住宅共網簽成交10萬平米，與去年春節假期相比，日均成交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跟去年春節差不多，每天平均。從市場運行特徵來看，房企搶跑蓄力成為主流，而且今年春節時間偏晚，部分教育型剛需購房者提前入市，帶動假期後半段二手房帶看量小幅回升，需求端出現積極信號。中指研究院認為2026年是房地產止跌回穩的關鍵之年，隨着假期因素逐步消退，核心城市樓市能否開啟小陽春溫和復甦行情，還要看假期積壓需求的釋放量。也就是這個中指研究院好歹這個關於房地產的說法比較理性，相對客觀沒有閉着眼喊什麼小陽春，什麼回暖反彈，房價要漲了，對吧？還有條件，還要看這個春節假期積壓的需求能不能釋放出來。2月28號，國家統計局發布說全年房地產開發投資82788億元，比上年下降17%，說的是2025年比2024年房地產這塊投資下降17.2%，其中住宅投資63514億元，下降16.3%，辦公樓投資3203億元，下降22.8%，商業營業用房投資5947億元，下降14%。可見這個無論是住宅用房還是商業用房、辦公樓都是全面萎縮之中投資在以2位數在下降。
最近樓市這個現狀啊，也引起了很多專家的這個各種議論、各種評論和觀點，有看多的，有看空的，有呼籲政府加大救市力度的，對吧？也有呼籲啊，对吧？盡快落地，就是着陸。我今天看到這個北大國發吧，這個教授啊，現在他好像到上海去了，叫姚洋，他關於房地產的一個說法，他在一個什麼滴水湖什麼論壇上講的啊，大家看視頻。自打2021年之後啊，房地產是量價齊降，現在呢已经进入了第4個年頭。房地產為什麼要盡快止跌回穩？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房地產仍然是我們國家一個非常大的產業。我估計房地產即使是跌到現在，也佔到我們 GDP 大概7%、8%。如果再加上一些關聯產業，那個可能在10%到12%左右。這仍然是我們國家最大的產業。有人說我們國家現在最大產業是 ICT 行業，但是把所有 ICT 都加总起來，大概才能超過房地產。另一方面，房地產不僅僅是關於房地產，房地產的下行會極大的影響我們老百姓的消費支出。為什麼這麼講呢？2方面原因。第一個方面，房地產它是個前後相聯繫鏈條非常非常長的一個產業，它往上游走有鋼筋、水泥、建材等等等等一系列東西，往下游走有老百姓的更多的消費。老百姓買了房子，那他就要裝修，他要买家具、买家電等等這些東西，它會帶動整個消費市場起來。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所謂的財富效應。比如說從去年9月份開始，我們的股市一直比較好，那這樣呢就帶動了我們普通老百姓的消費。有人估算股市的財富上漲它的所謂的財富效應大概是在1.5%到2%左右。也就是說，你股票漲1塊錢，那麼呢一個人的消費它就會增加1.5分錢到2分錢。聽起來是個很小的數，但是你架不住它量大。如果我們把股市的这個研究成果應用到房市上面，其實也是成立的。如果房價上漲，那麼老百姓呢就會有個財富效應。反過來呢，房價如果下跌，那麼呢老百姓就有一個負的財富效應。從21年到現在，老百姓在房市上損失了多少財富呢？大概是在120萬億。當然了，這都是名義財富。名義財富呢，對於我們老百姓的心理它是有作用的。如果按照說財富效應是1%的話，老百姓損失120萬億的房地產財富，老百姓的消費大概就要下降1.2萬億。所以房地產它不僅僅是房地產本身的問題，它涉及到很多很多行業，而且呢對於我們改善總需求是非常關鍵的。怎麼讓房地產企穩，從中央到地方還有到普通老百姓，大家的認識呢現在基本一致。但是怎麼去做呢？有很多的爭論。現在政府呢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說保交樓已經進入了尾聲了，但是我們看到呢老百姓的信心還沒回來，所以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在裡頭。還有一種提議呢，就是取消限購，降低房地產的貸款利率。那政府也都在做，现在沒有幾個城市還限購了。北京、上海的郊區也放開了限購。那我們看到呢，這種限購它的作用呢都是脈衝式的，就是你這個禮拜公布了取消限購，那到了周末的時候呢，有個小高峰，到了第2個周末呢，基本上就沒有了。所以看來呢，這個取消限購也不能緩解房地產的壓力。那麼貸款利率下降，看來呢也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老百姓不僅沒有再增加更多的貸款，而是老百姓在還貸，所以老百姓對於貸款的淨貢獻也是負的。他這個視頻比較長我只截了一部分。怎麼說呢？我覺得姚洋說的，你看好像也是對的。主要是說中國房地產市場下行，強調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重要性，以及其下行對消費和關聯產業的負面影響。所以他這個跟所有的專家觀點基本就是一致就是說盡快讓樓市止跌回穩。那怎麼止跌回穩呢？他就建議通過設立中儲房、收購存量房來提振信心。就是說姚洋的這個關於房地產的這個觀點它有合理的部分，就是說房地產確實是中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產業鏈長，涉及面廣，影響的就業也多，能通過財富效應和需求拉動影響消費和經濟增長，並且這個姚洋他對我們現在主流的這種救市措施你比如說取消限购降利率降低这個首付款保交樓關於這些救市措施的效果的評估也符合現實。事實上，這些救市措施它往往就產生這種短期的脈衝效應，就是咱們經常說的要管1個月，管2個月，有的短的管幾週，然後就回到它原來的軌道上，是吧？就每次出一個政策就產生一個脈衝，脈衝完之後趕緊加
加速下跌，回到原來的軌道上嘛，難以扭轉市場預期，久而久之形成一個就條件反射，是吧？就很多人反而等着你越救市啊，我越覺得你後面還有大招，還更多的優惠。大家還記得我在年前說的吧？應該11月份啊，2025年不是網上傳言嗎？路邊社消息是吧？是那個叫貼息啊，就是按揭貸款由財政來貼息，現在還有傳言啊，不知道真假。我當時說啊，不管你貼息是真的還是假的，還是正在醞釀之中，還是說子虛烏有，還是說有可能會出台，但是你這個消息一出，然後政府主管部門不出來澄清的話，那它就會形成一個效應。那比如我要買房的話，那我就等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個啊？我現在買，你到时候不貼息怎麼辦呢？對吧？已經買過的房子你不貼息，會不會這種可能呢？所以我就會擔心啊，所以那我就等啊，等到你貼息政策到底是下來還是不下來，我再決定。這樣一等，反而讓房地產開發商更慘，人家本來要急着把房子賣掉，回笼現金救命，結果你這個對吧？這種謠言一出，又不及時闢謠，反而加劇了這個買房的人的這個等待的心理，对吧？這些就是政策啊。但是這個謠言說的很多地方，我覺得也是不能苟同啊。第一個就是它沒有必要過大的誇大房地產的這個支柱地位。房地產確實啊，它在 GDP 中比重比較大，但是它隨着它連年下降，它的重要性當然也在下降。你比如說啊，他在視頻裡面說，從2020年起，房價下跌導致老百姓損失120萬億財富，消費下降1.2萬億，120萬億還是50萬億還是多少萬億，並沒有一個權威的數字支撐。這個作為這個自媒體啊，我可以隨口這麼一說，但是作為經濟學家，對吧？那你就得有數據來源，對吧？如果說2021年最高峰的時候，我們的房地產的市值，对吧？值多少錢？那個時候有人說600萬億，也有說500萬億的，對吧？這沒有個準確說法。那現在呢，市值多少呢？也沒有個準確說法。按照高盛的說法，我們到現在啊，從最高峰到現在，這個房地產縮水啊，是大概是50萬億人民幣，那也是一家之言，也只能是參考。另外一個，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一個現象，什麼現象呢？就是我們在過去20年，2000年到2021年这個房地產烈火噴油的年代，我們的消費好像也不咋地啊。大家可以翻一翻新聞，從2000年開始，年年都講提振消費、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年年都講。就是房地產漲的時候也沒見消費怎麼樣，那房地產跌的時候消費就更不怎麼樣。這個恐怕是跟我們這個東亞民族啊，或者就是跟中國人啊這種文化心理不安全感、這個社會保障弱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這個房地產烈火噴油的年代，你消費也是弱項。那你這房地產不行的時候，消費還是弱項，就是消費永遠对我們來說是個弱項。但是我们不能说啊，拿我们2026年現在的消費跟2018年或者2015年的消費比，那個時候人顯得信心足一點，消費多一點。但是你要拿同時代消費和投資還有這個房地產比的話，你消費還是弱項。就是消費永遠對我們來說是個跛腳的部分，不同的時代跛的不一樣而已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消費啊，不能簡單的說是因為房價下跌所以消費不振，就反過來說，就過去房價暴漲的時候消費也不咋地，只不過是因為你國內的這個房地產投資啊，你外貿啊，對吧？因為你這些在高速增長，掩蓋了消費不足，那不就這件事嗎？另外，關於謠言說的啊，他說新房啊，他認為啊，需求穩態在10到12億平米之間，他認為目前是9億平米是超調，就是回調有點過頭了。我覺得他這個說法也不對，咱們也不是說抬槓啊，就是說在當前的這個經濟形勢下，9億平米實際上還沒到底啊。但是我也不能說啊，9億就是對的。你比如說我們現在經濟增速是15%，那我們的這個對房地產的需求恐怕是20億平米一年。道理比較簡單啊，就是當我們每個人的收入在下降的時候，我們恐怕只想有一套房，就在你工作地點有一套房。等到經濟再下降，你工作都不行了，保不住了，你都不想在上海待着，你想回家了，對吧？你在上海買房都無所謂了，你都回老家了嘛。就是極限情況，大家都回到老家了，那你說北上廣深那些地方房子還怎麼漲？人都走了，是不是對房子需求就低了？反過來啊，如果經濟高速發展，你本來是河南那個平頂山的，對吧？你跑到杭州去了，你在平頂山恐怕有套房，不管是農村的房子還是市裡面的房子，但是你現在在杭州打工，在杭州飄着，你想在杭州買房，只要
經濟發展的好，你的工資高，你一定會在杭州買房，你要在杭州落腳啊。哎，等到你的工資再高，你的收入再高，這經濟發展嗎？那你恐怕就不滿足杭州有房了，你可能還想着是不是在三亞買套房，甚至有可能啊，這躍躍欲試要到上海買套房，人人都有這樣的需求。那你發現沒有，對吧？這對房子的需求是跟着你的經濟實力有關，你的經濟實力越大，你的需求越多。甚至比如說杭州，你本來只有一套房，70平也能對付，但是你的經濟條件好了之後，你要改善啊，120平、130平，對吧？你想有個書房，你想一個獨立的房間，你想有個健身房，是不是啊？也獨立空間，你的需求就大了，你这個對房子的要求就不是70平了，可能是140平。所以我的意思是啊，在当前這個經濟形勢下，這9億平米都已經，對吧，高估了。2025年銷售9.74億平米，這個我覺得還不是低位，還可以更低啊。你再結合一下這個2025年新生人口792萬，是吧？這種斷崖式下跌，你越往後看，如果經濟沒有起色的話，那對房地產的這個需求，那一定還在萎縮啊。那關於謠言說法，我最不認同的就是中儲房收購什麼存量房，收購法拍房，這些我覺得實踐證明啊，這個只會埋一個更大的雷。與其是政府主動去收，還不如讓它早點刺破。政府拿大頭的錢去收，最終是要花更大的代價去買單，去填窟窿啊。如果現在按照市場化、法治化，該拍，該破產，反而是代價最小。大家想象一下就明白了啊。如果政府把這些，对吧，這個小區幾棟房，那個小區幾套房子收到一起，你說這個成本得多大？管理、維護、人吃馬喝的編制又得增加，各種預算也得漲。完了之後你做廉價房，你要政府還得往裡貼錢，廉租房也得貼錢。那本來政府就不賺錢，政府財政本來就困難，對吧？你倒讓政府發債，他倒願意。發完債之後，你看看又多了個活，大家七大姑八大姨也能安排進去拿錢。我不否認啊，收購存量房在這個新加坡或者在美西方或許能走得通啊，因為人家透明公開。你這個好嗎？對吧？你任何事情都可能变成掌權的人的一個牟利的一個手段，那你說怎麼辦？把景區箍一個圍牆收費他都能虧損，在高速公路上收過路費他也能虧損，石油壟斷了他也能虧損，那你說他幹啥不能虧損呢？而且這裡面有很大的一個道德風險，就是你收誰的房子？這個姚洋啊，他作為一個專家，他不接地氣，他低估了這種市場交易的這種，對吧，誠信。比如說我有個房子啊，我現在我就認為我不合適，這房子貴了，我就不想要了，我就找理由弃供弃貸。哎，按照姚洋的意思，那就是政府來把我這房子一收，那你這就相当於是鼓勵別人棄貸啊，大家都不想要了，都給政府吧。哎，如果政府壓價，對吧，價格壓得比市場價還低，那你是與民爭利，那不更慘了嗎？對吧？如果你給的比市场價高，那你是拿大頭的錢接濟個人，是鼓勵個人棄貸。專家啊有很多建議，實際上很難落地，一旦執行起來，那就是禍國殃民。就是我想起了那個王安石的變法青苗法，出發點都是好的啊。王安石就是典型的這種讀書人專家，但是他實際啊操作能力是有很大問題，就是他低估了這個宋朝的這個文官體系啊，就初衷是好的，哎，他那個青苗法本來是，對吧，叫雙赢，哎，他那青苗法是讓農民啊不用受地主的那個高利貸盘剝，哎，政府還能多賺點錢，讓政府這個租不出去的那個糧食啊可以，對吧，借給農民，等到農民第2年收了糧食之後還給政府。你想啊，這個是好事啊，這個農民到了冬天嘛，他一般的就容易就是陷入饥荒，那叫青黄不接的時候，冬天和春天，有的農民啊沒得吃了，就把種子給吃了。但是政府呢，他有那個府庫啊，他有很多糧食種子啊，他還搞倉庫堆着，还有人看管維護，对吧？保管。这王安石就說，那既然這樣，把這個種子把這糧食借給農民，我們收低一點，這個地主啊放高利貸的都是3分息，我們就收1分。你看看對政府來說，不用保管了，管理費少了，對吧？然後這個還能收1分錢的利息。完了農民你看1分錢借的比從地主那3分錢借便宜多了嗎？這就相當於按揭貸款便宜了。結果這個想法是非常美好的啊，但是青苗法一執行下去，本來是雙贏的事情，變成地主老百姓都痛恨政府，官員也痛恨王安石。我說這個例子什麼意思？就是不要看這些專家坐在那坐而論道，他的想法都是好的，他這個賬算的好像是對的，但是一旦你要執行的話，你就完蛋了，對吧？你得看看你這環境，對吧？你得看看你這執行力，
以，不要以為在新加坡、在美國能行得通的東西，到你這兒也能行得通，這就錯了。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不多說了啊，咱們再看一篇文章，這個是網易上面刊登的一個標題為縣城買房潮退去後，那些咬牙買房的農村人現在怎麼樣了？因為我們節目介紹的比較少，對吧？在縣城買房的有很多農民啊，有種種原因在縣城買房，那他也是被掛在山頂上了。那他們現在怎麼樣呢？這個網易這篇文章啊，他說啊，叫縣城買房潮退去後，那些咬牙買房的農村人現在怎麼樣了？文章說啊，最近縣城二手房市場出現個怪現象，掛牌量激增，價格卻持續走低。中介老陳說啊，現在每周都能接到農村客戶委託賣房，理由出奇一致，撐不下去了。有戶人家甚至寧願賠上10萬違約金，也要把沒交房的期房轉手。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悲慘。前村主任老周家就闖出了條新路，把县城房子改成快遞驿站，媳婦看店，順便帶孩子上学，那就是学区房啊。他自己跑運輸拉貨，這種前店後家的模式正在成为新趨勢。說村裡老張家去年把老宅翻新的錢全砸進縣城，買了套學區房，現在2口子每天凌晨4點起床去菜市場擺攤。這不是個別現象，中國2800多個縣城裡藏着無數這樣的故事。老張家在縣城一個普通的，在山西一個普通縣城，2023年咬牙把村裡的老宅賣了，加上東拼西湊的積蓄，湊了80萬首付，買了縣城一套90平的學區房，總價140萬，貸款60萬，自己掏了80萬啊，每月還貸4000多。那時全村人都羨慕，孩子終於能上縣城好學校了，以後考大學有希望。結果呢，孩子上學後，老張媳婦在縣城找了份超市收银員的工作，老张自己繼續在村裡種地，周末進城陪孩子，房貸成了最大的壓力。2024年下半年，縣城房價開始明顯下滑，同小區類似戶型掛牌價從140萬跌到110萬左右。老張家房子現在掛牌120萬，半年都無人問津。老張說啊，當時覺得縣城房子穩賺不賠，誰知道政策變了，年輕人全跑大城市了，縣城空了，每個月4000塊房租，房貸像座山壓着，現在想賣又賣不掉，租也租不出好價，孩子上學是剛需，可我們倆老了怎麼辦？你看啊，這很多在縣城買房的都是因為上學，很多縣城啊就把那個縣城的重點中學，在這個地方好好的，他找個理由說要擴大校區，辦教育嘛，沒錯，然後給他在郊區批塊地，搬到郊區，那郊區的地政府在，對吧，把它變成住宅用地又賣，政府賣地賺錢，那個地開發成房子不愁賣，為什麼呢？重點中學在那兒，你孩子在那兒上學，你不得在那兒買房嗎？你看看，這是一套生意啊！這我在以前節目一直介紹，縣城裡面還把個縣醫院也是的，好一點的醫院，從這兒搬到那兒，那兒搬到那兒，搬來搬去的，幹啥？就是賣地。這個老張就是上了這樣的當，吃了這樣的虧，140萬買的房子，現在110萬都賣不掉，這後面還有的跌呢，早着呢。這還沒完啊，等到那個地方房子賣完了，新房賣完，好賣的差不多了，那個學校又得搬，搬的理由他換一個，對吧？什麼教育整合，搬一個新地方又賣房子，這是很多縣城啊，這個屢試不爽的這個摟錢辦法。這文章說啊，小李的斷供經歷，另一個典型是小李，河南某縣城人，2022年結婚，女方要求必須有縣城裡的房子，兩家湊了50萬首付，買了一套120平的新房，總價180萬，這還不便宜呢。2022年你花180萬在縣城買房，貸款是130萬，月供6000多，你說這不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嗎？地獄無門偏進來啊！小李在縣城工廠上班，工資4000多，媳婦在家帶孩子，他這工資4000還不夠還月供的，月供6000呢。2024年工厂效益不好，工資降到3000，月供直接吃掉，收入還不夠，只能2025年初小李乾脆斷供了，銀行收房走法拍，現在房子法拍價90萬，这個總價是180萬，現在法拍90萬，
虧了90萬。那問題是他付了首付，他這幾年還還了按揭，這錢全部打了水漂啊！你說让一個月薪4000的人怎麼過？怎麼還這個窟窿？這不就等於破產了嗎？小李現在租了個40平的老房子住，每月租金800，輕鬆多了。他說啊，早知道就不買了，在縣城買房等於背一輩子債。年輕人都在大城市打工，誰還回縣城？這個房產中介老陳啊，他通過自己的觀察，老陳做了10年的县城中介，他說啊，2023年是县城买房最後的高峰，那时候農村人蜂擁進城買學區房、婚房。2024年後成交量腰斬，現在掛牌的房子80%來自農村家庭。以前農村人覺得縣城房子是鐵飯碗，現在很多人後悔了，房價跌了，租金低了，空置率高，很多房子成了養老房，年輕人不回来，老人守着空房子过日子。这些都是没看咱節目的。你說2024年、2023年跑去買房，這叫不信邪啊！所以說縣城的這些人開始了自救，怎麼自救呢？像老周這樣把房子改成快遞驿站加民宿，周末接待返鄉遊客，月收入穩定3000到5000，這種是極端個別的現象啊！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做驿站，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做民宿，你就是做驿站做民宿，你也没那個資源。所以這個是個別現象，一些年輕人把縣城房子出租給外打工的同鄉，月租1000到1500，勉強覆蓋部分房貸，這個也是個別現象。縣城的房子租1500，那是比較貴的。還有人乾脆把房子當倉庫，租給電商賣貨，這個倒有可能。文章說啊，整體來說，縣城買房的黃金時代結束了。那些2018年到2023年咬牙上車的農村家庭，現在大多在熬房貸、熬房價、熬孩子的未來。縣城買房本來是為了向上流動，結果很多人發現它成了沉重的負擔。這個恐怕是很多農村人到縣城到鎮上買房的一個真實寫照。其實我身邊就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在縣城買房，在鎮上買房，但是由於他們就是這個貸款的比較少，有很多都是全款買的，所以說跌嘛，他已經麻木了，無所謂。跌的話就是賬面損失啊，反正他也賣不掉，習慣就好了，也不聊這個房子，他也就忘了。只有那些按揭貸款的，因為你每個月還貸款，你收入一斷，貸款還不了，問題就來了。最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有個媒體發布的重點城市2月截止到27號的住宅銷量數據。根據他統計的2月前27天，新房同比下降46%，二手房同比下降29%。這個是15個核心城市北上廣深什麼杭州。所以說，即便媒體喊破喉嚨說小陽春回暖，但是數據卻不支持，數據在打臉。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